澳門嘅天璽湖咧就正式入伙啦，咁佢嘅複式單位咧一直好多朋友想參觀而未開放嘅，咁今日我就全網首播，睇緊複式嘅朋友一定要睇晒成條片。我哋首先睇下呢一間11S 嘅樓王單位，而家咧係一個未裝修嘅狀態。咁發展商咧係會包齊全屋裝修家私電器㗎。咁陣間我哋可以睇下個設計圖。咁我哋睇咗個景觀先。嗱，入到去咧，呢一間係一個3面單邊。咁我哋喺個中空飯廳嗰度咧就望晒成個南環全景啦。咁咧另外單邊咧亦都望埋西環湖。咁啊客廳平台咧，咁除咗南環全景，仲可以望到成個南環湖邊啊，好靚啦！咁望埋永利。咁咧目前向湖嘅單位咧就剩翻呢一個。睇完實景咧，或者我哋再睇下 VR 嘅裝修後嘅效果同圖則。嗱，呢個單位係有獨立電梯啦，樓下咧係有2個洗手間、1個套房，樓上4個房、2個廁所。咁啊，成個面積一邊睇我哋一邊講，2449尺，206尺嘅窗台，149尺嘅平台。咁啊，大家睇到設計都係相當靚啦。咁睇完呢個樓王呢，我哋再同大家睇一個最細嘅小複式，咁啊得797尺嘅2室單位，咁所有複式之中呢，就呢一個最細噶啦，咁可以使用嘅面積呢，係高達85% 嘅，咁呢個單位呢，係適合需要多洗手間嘅小家庭，咁啊佢做咗2房3廁，而且向東南，咁大家睇下係望到成個氹仔觀光塔。冇遮擋嘅，咁大家睇到好靚景，係性價比總價最平嘅一套複式。咁我哋而家睇埋個裝修後嘅效果圖啦。咁大家睇到客飯廳相當靚啦，做得。咁啊睇埋房間，亦都係做得相當好啦。咁廚房、廁所而家已經係做好，同實景係一樣嘅。最後咧，同大家講解下天璽湖複式咧，其實可以分為3類嘅產品。咁第一類咧就係頭先我哋睇過800尺左右嘅單位咧，應該仲有4個單位嘅。咁做到2房3廁咧，其實得翻2間嘅啫。咁頭先我哋睇咗其中1間，另外2間咧都只係做到1房嘅啫。咁第二類咧就係2000尺到2500尺，咁應該仲有3、4間，但係向湖咧就得翻頭先嗰間 S 啦。咁第3類咧就係1200尺至1300尺嘅，應該仲有3間。嗱，以上咧其實都係8000零蚊尺左右啦。咁但係咧送嘅面積多、景觀靚，同埋送裝修地段好。嗱，咁如果想睇下其他戶型或者要詳細資料嘅朋友咧，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多謝。